是美人计。上面真诶讲哦，这100几年才出一个尔。我逐口走有诶，好你刚才哦是生日，才号做美人计呢，啊，才号做破嫁计，才号做西食计，哎呀，做个结婚计。啊，东月芳啊，东月芳，你若无地无钱哦，生啊这个美人计安遮尔水。人讲哦，这无逐口走有诶。水就水哦，水到家己遐尼啊恶杂，无意无事，心肝内哦偌痛苦哦，你敢知？莫怪啊，所有查某人来看到我，拢会嫉妒兼吃醋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迄个天大地大小姐，迄比皇帝还大小姐，还是偌大条件小姐，你敢知影？点去，我徛咧啊！哦，我是互你气死呢！你是查某囡仔人讲的哦，袂安尼轻车细碎呢。这号袂大段起来，敢若落西山，规身躯哦，敢若虫咧，甲你咬共款呢。你是我东月乡的查某囡仔呢，你这个查某囡仔哦，做人安尼哟，这个外面安尼无教养，讲了话哦，安尼这个型的，这人会讲哦，我吼教查某囡仔教了无好势，会笑我的面子，你知无？我知啦。哼，啥物好消息？经过。啊，都袂记啊。袂记一人，你记得遮尔歹，啊若真正你火烧厝，互你讲到遮，是咱两个成啊变夫，哈？我真正明明哦，啥物好消息？紧甲讲。人拄则互你遐尼大声咧吓来吓去，当然嘛袂记哩啊。你的意思，小姐，我讲话真大声，你真正明明是要甲。哎呀！我当恁内面是咧创啥物货啦？伫咧远远就听到内底哀甲大细声，我是安怎啦？无啦，阿娘，是叫宾下咧练唱歌啦。啊，唱歌哦，我当作咧抬价咧，我。爷爷，你讲的话吼，拢无好笑。那我吼是手无白鸡之内的软弱女子，免啊吼会抬价啦。哎哟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等恁两个哦，慢慢安尼见面，啊，就要安尼相搭啦。玉萍啊，恁表兄也无去迪士尼啊，啊，你若着安尼，不管事都拢要甲吐槽。哼，阿娘，表兄哦是要迪士尼啦。安尼啦，阿娘，今仔吼拄啊好你来我的房间，咱话吼就拆白讲诶。自细汉我甲表兄的感情吼，袂歹是袂歹，也毋过吼，阮两个已经拢大汉啊。人伫咧讲吼，男女有别啊，你毋好卡袂着哦，表兄出来啊，就走入来我的绣房，我还袂嫁呢。哦，有影哦，哎哟，查某囝大汉啊，啊，即马知影讲男女授受不亲啊吼，啊，既然大汉啊，就应该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啊。哎呀，你心肝内吼咧想啥？查某囝知会知的啦。不过，若像表兄吼你安尼，即个人才，你自细汉哦，就无爸无母，爸母过身了哦，寄伫阮兜遮呢。你食阮兜的，用阮兜的，伊来无财，你来无势。算讲哦，阮若要嫁，嘛无可能哦嫁互你。搁再讲，你自细汉就甲人定亲对无？莫定定用这个理由咧做借口啦。你甲想看觅，20年啊呢，20年你的未婚夫也毋知你生到圆的扁的啦，啊人对方毋知有承认这个婚事也无。莫搁戆啊啦，我甲你苦劝啦，查某人的青春是有限啦。青春有限无毋对啊，也毋过哦，青春是我家己的啊。人伫咧讲哦，一马不配两鞍，一来例女哦是不嫁两夫。敢讲哦，要结婚做一个哦，言语无信哦，无情无义的人性。无喏，阿芳啊，普通时啊，看你都安那真精讲真巧呢，想袂到你还去相信迄个什么指腹为婚哦，这太好笑咧。话讲则咧讲，你敢遐尔肯定讲你未婚夫因你平时有钱有势，敢会使你比较较缘投？我比你较缘投哦，伤歹无哦，嘛门当户对啊，这是我来顶替我指腹为婚的啦，袂使啊。哎哟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恁两个都莫搁斗啊啦。我是讲无讲无去，若讲到这指腹为婚吼，我就开百火啦。这所有的代志哦，拢是恁阿爹啦，无代无志去舞啥物咧指腹为婚哦。都是咩？哎呀，你甲想看觅呢？
啊，风安尼无代无志，拄啊戆戆啊等啦，在等迄什么咧周俊生啦，啊是咧等头壳一空的哦。有啊，小姐有啊，啥个？啊，小姐有啊？周俊生来啊！因两个是还未成亲的呢。无，周俊生要来求亲啊！去啊去啊！哎呦，啊，玉芳，你这个查某囡仔，你这个查某囡仔，你实在也真袂见笑，你拢咧做一个拍歹咱阮拢的代志哦。阿娘，我要混起来，伊也敢笑，我要混啊！我哎呦，安尼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能啦，我来回你。你啦，你真假哈？你死查某鬼啊！你拄啊讲话安尼无头无尾哈！我哪了分去啊啦？即摆你要安怎？我想到啊，我即摆想起来，迄个周俊生吼，即摆准备来前厅，要来甲你求亲啊！哈，即马才来要求亲，嘿对，啊你死查某鬼啊！你啥物都毋知讲，你互我行一个，互我行一个。喂，无啊天亮，啥款？讲人教，我的未婚夫只目有迄个未婚夫来啊啦！来啊，夫人来啊！老爷，听阿平啊讲，咱只办未婚的迄个囝婿，今仔日要来求亲来哦。是啊，即摆人咧外口，我来叫着平叫来看咱未来的竞赛。安尼哦，好，去遐请入来，去遐请入来。叫你来。阿爹，阿爹，俊生人呢？这查某囡仔人，奇怪呢。啊你啊，人是人啊，人还袂到位尔，你就先走出来咧看人，对。阿峰啊，娘平常时安怎甲你教？你查某囡仔人就较大段的，人是来遮要讲亲情的，啊无是你要甲伊讲亲情，是伊要甲你讲亲阿情。娘，对咩，小姐，安尼无成小姐啦。你若要偷看吼，就要比遐偷看点点要看安啦，毋好走出人看啦，人笑啦，讲实的啦。啊，敢若袂说咧嫁无人爱咧，对啊，吼，爹爹，有啦无你的代志。好嘛，阿爹阿娘，无我来内底看嘛。要看大家看。啊，去请伊入来。去请入来吼。是。那是啥物代志啦？我想啥物代志啊是？啥物代志？就小爷请。你毋免行甲安尼啦，我是人，毋是鬼啦，恁是拄啊看较袂惯势啦。你是对啦，伯父伯表，晚辈吼周俊生拜见两位。你就是周俊生。是啦，伯表，我毋免8秒，我3秒。周俊生啊，你变你看躲。伯父啊，你即摆是咧大啥？我意思讲，我久无看，哦，你变啊足大汉的，去，遐济啊，死到狗边甲扭了啦！坐下啦。这俊生啊，你阿娘囝因人好无？伯父啊，其实吼，我若无讲你毋知影啦。啊，都伫咧15年前吼，发生一场的水灾，啊，爹甲阿娘甲我总啊来冲线去。啊，晚辈吼是由即个路财周中所请养大汉的啦。啊，真不幸，伫咧前无偌久吼，周中吼煞总啊来过身去，啊，毋则剩晚辈一个人，变甲遮落魄。是安尼吼。周少爷，既然你都来啊吼，无安尼，我叫下骹手人去拼一个房间，你就暂时先住在遮啦。对了。伯表，多谢你哦。阿平啊，去拼一间房间，互周少爷通好住哦。是夫人。适当嘞。无啊，拼做一间你知无？我知啊，这上大间的啊。大你个头啦大，迄大间早就用电去啊，你袂记来哦？啊，无办迄变迄中间啊。你头壳歹，你个头壳歹，迄中间后日你若牛尾来大，你做袂记哩？啊，无是要变倒一间茶房。茶房。安怎？迄间就毋是间哦。去拼。
周公主啊，我看你安尼吼，安尼千里迢迢路途来到遮，运啊真辛苦啊。无你安尼啦，先来休困一下啦。伯表，多谢你啦。嘿，伯父啊，晚辈吼，先落来休困。我较早休困者，较早休困。做啥啊？当时啊，变到安尼啦。别表，我表落去，我这规腹拢要呕出来。啊，你较紧无？伊会变安尼？哦，你敢讲，你死老狗，你做滴来，你就咬恁莫咬砍咯，砍千万切，甲人啥物咧指腹为婚，你甲看卖啊，迄周俊生即摆变即个型的，咱查某囝一蕊水洋洋是敢若花咧，是要安怎嫁伊啦？伊生做即个型，是要安怎叫做咱周家的囝婿啦？你哦，哦哟，我变。救人啊！哦，迄大英家是够快，咱着行遮久啊，我是要困倒一间啦。一间啦，到啊啦，遮啦，来，你来，哦，我等会啊。周少爷，歹势啦，就吼，阮大迄个客房拢客满啊，这茶房吼，你着哪大啊，暂时较委屈的，是的。但你是咧讲啥呢？你看这所在真舒适呢。你看，这眠床了，眠床呢，你都唔知影咧。我较早吼，咧困的若毋是讲破庙啦，若无就是阮人个啉钱卡，若无就是迄个风狗野外迄个圳沟仔边啦。我已经足久吼，毋捌困这个眠床啊了。这眠床吼真舒适了。可怜嘛，讲真久无困到眠床啊啦，困到眠床讲真欢喜啦，可怜，有影。可怜啊！姑娘啊，我毋知爱安怎称呼你吼。我叫做玉萍。玉萍姑娘呀。对啦，我有代志吼，想要问你啦。请讲。恁小姐毋知做啥物名？阮小姐叫做陈月芳。陈月芳。这个名真好听。有影，伊人生了安怎？阮小姐，迄个五官吼真端正啦，迄个鼻吼、目睭啦、喙吼，拢只有一项拢无欠啦。人伊拢讲吼，伊是一个大美人呢。有影？想袂到，这名好了好听，人佫生了水。对啦，是讲伊的个性吼，毋知安怎吼。若讲到伊个个性吼，迄有时阵吼是真温柔啦，真端庄啦，真有气质啦。若有当时吼，就安尼三啥？无啦，阮小姐水哦，有气质水，若听你安尼讲起来吼，真正是我的福气啦。福气啦，拄着你就知啦。玉萍姑娘，你是咧讲啥啦？无啦，我是讲，天黑啊吼，你较早困较无梦啦，我先来走吼。多谢你吼。别，多谢你啦。我咧讲，你较早困的嘿，实在真想袂到，我一抓路吼来到陈家要认亲，想袂到讲吼，我的运气会当遮尔好啦，先困啦。奇怪，外口哪会敢若有人？真正有人。小姐，你唔免惊啦，我是人，唔是鬼啦。我知啦，要毋过你比鬼佫较歹看。对啦，我虽然讲吼生了有较歹看，也毋过吼我的心肝袂歹，我绝对袂去害人啦。是的啦，心肝袂歹吼，都看袂着，我着吼先看着你的面啦。小姐毋知要安怎称呼吼？
做单月婚。单月婚，啊，毋就是我的未婚妻？毋对啊，啊，毋是叫做单月芳？是月婚。